咱今仔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咱要来看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通讲是咱真熟的这个人物，但是也是叫做什么无上讲的哦。那有时就是伫咧讲道的时阵，堪才讲过去。但是咱现在是咱今仔日咱要甲伊看较详细约翰福音第13章，咱要对18节看到20节。咱所要看的这位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一位门徒，但是伊干叫做什么完结不保伊的完结不保因为伊离开了主这就是咱所真熟的叫做犹大犹大所以咱来看圣经第13章，咱要对第18节看到30节13章第18节看到第30节，圣经安尼讲：我这话不是指着恁众人讲的，我知影我所竞选的是啥？现在要应验经典的话讲，甲我三甲食饭的人用骹踢我。如今代志也无成就，我要先甲恁讲，叫恁到代志成就的时阵，就通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位差遣我的。21节，耶稣讲了这话，心内面就忧愁，就明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中间有一个人要买我。门徒就彼此来看，猜袂到因所讲的是一罪。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听，伊就切身挨进耶稣的怀内。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伊讲：你甲阮讲主指着谁讲的？迄个门徒便洗靠着耶稣的胸坎，问伊讲：主是一罪呢？耶稣回答讲：我运一点饼互一罪，就是一罪。耶稣就运了一点饼，指互加略人西门的家犹太。伊食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伊的心。耶稣便对伊讲：你所做的，赶紧做吧。当桌的人无一个人知影是为什么对伊讲这个话。有人因为犹太带着钱囊，因为耶稣是对伊讲：你去买咱家做所要用的物件，还是叫伊摕一个来真济送向人。犹太收了迄点饼，立刻就出去。迄个时阵是暗暝迄个时阵就是暗暝。所以咱直接来讲看到耶稣的这个门徒叫做犹大犹大的意思是什么犹大这个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的意思是恶路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恶路你还记得伫旧约雅各伊的囝第三囝的时阵，伊个号做犹大，因为伊是要恶路上帝，所以这是一个真水的名。但是我请问你有三捌的无？还是你捌听到有人将伊的囝号做犹大无？又做 Judas 捌无？我唔知你捌听到，但是我唔捌听到无人爱名号做 Judas 或者 Judas 咱伫菲律宾较早咧搭入尼有一摆我看到我感觉真趣味伊去入尼伊遐啥你若入去坐的时阵伊就写一块牌伊讲God knows who does not pay God knows who does not pay 伊讲上帝知影啥无捌因为咱菲律宾真特别就是当咱踏入尼的时阵咱家己捌别个国家无即款的咱家己别个是你添钱才掠来咱是你互伊，你若无互伊也是袂记得所以讲上帝知影啥无咧捌但是伊将迄个 who does not pay who does 伊甲用做 Judas 就是犹大的名伊讲上帝知影啥是 who does 啥是无
拔啦。所以犹大这个名人若听到啊，伊是叫咩？咱头大家想到是卖主啊，卖主还是卖友求赢的人啊，然后伊是什么啊？叛徒啊，伊是出卖人啊，出卖人，所以无人爱用伊的名无人爱用伊的名其个文道真侪人有用这名，孤单这个犹大就无，干那因为伊出卖主所以今日安尼教大家来看就是什么就是讲等者我对目就是卖主的犹大甲施恩的主卖主的犹大甲施恩的主。其实犹大是主耶稣其中一位门徒咱若记得耶稣伊未选择门徒以前伊通宵基督了的时阵伊就选12位门徒要互因常常甲耶稣做一下就是来跟耶稣来看耶稣伊怎样来做代志，来听耶稣伊所讲的来做伊的门徒将来通有法通真多上帝恩惠的出口将因所学习的所因所看去所因所学到的送款按遐来互别人所以我人讲耶稣伊开始传福音的时阵有真侪人信主但是伊伫真侪人中间伊特别精选了12位12位所以伊12位的时阵就有甲耶稣做一下3年半的时间耶稣甚至差派因去传上帝国的福音然后有啥物行过真侪神力，因也有去医病，也有去赶鬼所以伫彼得前书使徒行传第1章第17、18节圣经伊讲本来这是彼得论到犹大讲伊讲伊本来是立伫咱手中并且伫使徒的责任顶面得了一份得了一份但是这人呢就因伊作恶的关系，为了这残以后伊的身躯扑倒，伊的腹肚就裂开肠拢流出来点伫耶路撒冷的众人拢知影这项代志所以按照因遐的话，就互迄个残起名叫做阿略大妈，就是惠田的意思惠田的意思。所以彼得按遐伊讲伊本来是伫咱的中间，所以是伫耶稣所竞选的对做门徒来讲因也是知影讲这是上帝也是耶稣所竞选的但是到落尾出卖耶稣，互因也是感觉真因也是真奇怪。所以到这咱看到伊是主的门徒第一第二伊虽然甲主做一下有3年半的时间虽然伊地主伊却毋是属主伊虽然君地主虽然上主耶稣竞选了伊但是伊却毋是属伫主伊换一句话讲，伊毋是真正的君地主伊毋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是讲伊毋是真正的新主耶稣常常人会爱问人讲说犹大伊是毋是得救犹大是毋是得救那如果这个人虽然伊君地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然后做耶稣吩咐因讲因做的一个代志但是伊若无相信耶稣的时阵伊却伊毋是属伫主那毋是属伫主当然伊若离开世间伊按遐无得救咱怎知影讲伊无信主咱怎知影讲无信主伫圣经内面就是约翰福音第6章64节伊遐有讲耶稣讲只是恁中间有无信的人因为耶稣知影伊对起头伊就知影谁无信伊谁要干谁要买伊迄个是64
到70节的时阵啊，耶稣我讲啊，我竟毋是精选了恁12个门徒嘛，但是恁中间有一个是啥物魔鬼。耶稣这个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讲的，伊本是12个门徒内的一个，后来伊却要干啊，要卖耶稣。所以圣经真清楚啊，耶稣讲啊，伊讲恁中间啊有一个啊是魔鬼啊，耶稣知影倒拉一个是干啊无相信的。所以人有法通骗人啊，还是有法通装假啊，互人看到讲哦，伊是信主的，伊是偌热心啊。但是只有上帝啊，伊知影人的心啊，只有耶稣伊知影人的心，所以伊无属主。所以伫遮我就爱问恁一个问题啊，我想到一个问题，我爱问大家：如果犹大伊毋是信主啊，伊毋是信，伊无真正的信主啊。当耶稣找因去传福音的时阵啊，伊传的时阵有顾好无？意思有人信主无？虽然圣经无写咱想看觅，伊去传的时阵，伊甲门徒出去传，有人信主无？第二，伊出去啊，耶稣找因出去啊，去赶鬼，去医病，去行神力，伊有行神力无？伊有医病无？伊有赶鬼无？你若看约翰路加福音啊，当耶稣找做门徒出去啊，因倒来的时阵，因大家真欢喜啊！伊讲耶稣啊，阮靠着你名连鬼啊拢听阮啊。但是耶稣讲，恁欢喜啊，毋是因为鬼听魔鬼要听你啊，你有法通赶出去欢喜啊，哪时间啊？因为有人信主啊，入去上帝的国度，你就欢。所以咱看到犹大啊，伊无信耶稣，伊有法通行神力无？伊会当做有顾好无？咱若看，应该是有啊。敢若我若讲应该是，因为如果伊若去传福音，无人信主；如果伊去行神力，无法通行神力，无法通行赶鬼，无法通做真侪物件。你想11个门徒对伊的看法是啥物？当然人会差不多知影。佫像昨晚咱所读的啊。伫耶稣受卖迄一面啊，当耶稣跟犹太讲啥物啊？你要做的代志，你去做吧。所以犹太就出去啊。圣经跟咱讲啥？伊讲门徒啊，门徒毋知影为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对伊讲啊，伊讲你所要做啊，赶紧去做。伊讲当中的人知影。看来耶稣那对一个人讲一款的话啦。耶稣毋知影因为干哪？因想过讲说因为犹太啊是耶稣因12个因这个团内面啊，伊是做啥物啊？伊是做财政啦因为钱是伊咧花的，所以欠债耶稣是要叫伊去买物件，还是耶稣要叫伊去尽责去帮助别人？所以因对犹太啊连一点的怀疑拢无，所以证明讲啥物啊？证明讲普通时就是因做一个时阵门徒有法通做犹太也是有法通做。所以既然犹太伊毋是信主伊有传福音，有人信主，伊行神力有应效，伊将鬼反腐鬼有法通行出去，会做得安尼吗？所以我也是问我家己一个问题这个无信耶稣的人，伊有法通行一个异灵吗？咱来看圣经圣经有一节就是伫马太福音甲人讲马太福音讲啥咱三个读伊讲凡称呼我主主的人，拢袂话拢进入天国，独尊敬我天父旨意的人，才有法通入去。当迄日的确有真侪人对我讲主阮兼毋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真侪的异灵嘛？我就明明会甲因讲，我从来无认捌恁，恁这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伫马太啦，耶稣讲一个真严重的一句话伊讲将来有一个人想过讲伊是伫救了伊
伊是啥物？称呼主啊，主的名，伊有法通叫主啊，甚至伊讲啥物？阮奉你的名来赶鬼，阮奉你的名传道，阮的奉你的名行医灵。但是耶稣讲啥？我从来无明白的。对开始的时阵，伊就毋是属耶稣。哦，对开始的时阵，毋是属耶稣。原来有一款的人，哈，原来有一个，所以是上帝有原伫伊的能力内面，伊允准一款有一寡的人，哈，这个是少数的人，有法通为主做真多工作，但是因却毋是信主，啊，却毋是信主，所以到底是干哪？咱袂明白啊，袂明白，但是有安尼，所以兼且咱家己问咱家己啊。咱家己问咱家己啊，什么是信主啊？我是毋是有信主还是无啊？我信主的时阵，是毋是讲真正会信耶稣呢？还是我是家己无清楚？兼且有一个人，伊开始也毋知影讲伊有信主啊无？伊以为伊有信主，伊以为信主。但是无，所以伫遮毋是这个信主的属主的人，毋是讲伊有法通行异灵，伊有法通靠主的名来赶鬼来传道，乃是伊甲主的关系。犹太就是安尼啊。但是咱看到犹太啊，伊一开始的时阵啊，虽然伊无真伊无属主啊，但是伊愿意来跟底主啊。然后因为伊干哪，怎啊那会去卖耶稣？伊干哪会卖耶稣？是因为伊贪恋啊，咱讲说伊贪财啊，伊贪财，以致伊干哪堕落啊。因为犹太一开始伊甲耶稣做一个啊，兼且伊也无想讲说伊要来出卖耶稣啦，伊也无打算伊要出卖耶稣。咱怎啊知影？因为咱来看马太福音27章啊，30第3到第5节啊，这就是当犹太卖耶稣了后的代志，然后耶稣受掠了后啊，伊讲这个时阵啊，卖耶稣的犹太看去耶稣已经定了罪，伊就干啊，就后悔啊，就将迄30块的钱摕来还互祭司长甲长老讲，我卖了无辜的人会会受罪咯。但是因讲啥物？迄个甲阮有啥物相干呢？你家己去承担吧。所以犹太就出去啊，将迄个钱忝伫店内面啊。伊出去，伊就去吊死啊！伊出去就去吊死。所以伊根本无想要来害耶稣啦，伊无想要来害耶稣。但是当伊出卖耶稣的时阵，伊却害了耶稣的生命。伫世上嘛有偌侪人啊，做歹代志，做歹代志去掠着的时阵啊，伊常常你会听到伊会家己讲啊，伊讲这个都毋是我的本意啊，我的本意是若要偷伊的钱啦，我也无要拍死伊啊，我也无要害人的性命啦。但是伫咧行这个罪恶的时阵啊，却害着人的性命偌侪。所以咱看到犹太啊，因为伊贪财的缘故啊，就干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因为伊就是有看得出有一款的本性啊，因为伊无信仰，所以无得到改变啊，因为伊贪钱啊。咱看到伊怎啊贪钱法啊？伫约翰福音12章第4到16节啊，第4到第6节，伊讲有一个门徒啊，这是讲到耶稣啊。伫伯大尼的时阵啊，然后玛利亚就将这个香膏啊，给拍破，然后来告耶稣，来告耶稣啊。有一个门徒啊，就是去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太讲啊，伊讲这个香膏为什么无卖30两银来真济送向人？第6节真趣味啊！伊讲这个话啊，并毋是伊挂念啊来消念做送向的人啊，乃是伊是这个什么？伊是一个贼啦，伊带着钱拢啊，因为因的钱啊，拢总伊是咧花钱啊，伊常常干啊，摕其中所存的啊，所以毋是一摆啊，伊常常
按遐来摕啦，伊常常按遐来摕啦，所以伊要利用耶稣，甲耶稣做一个啊，伊利用讲有一家人啊，按遐来帮赞啊，来帮赞耶稣甲门徒啊。咱看到伫圣经讲耶稣啊，常常伊行就交伊的门徒出去啊，因就去真侪所在啊。但是敢若圣经啊讲，有一个妇女啊，有拄啊妇女也是缀因啊，甚至会摕钱啊，按遐也是摕食物啊，来帮赞耶稣甲伊做门徒。所以咱看到感谢主啊，主耶稣伊开始伊咧传道的时阵啊，有一个听主的啊，特别圣经有讲到姊妹啊，像是姊妹甲听主，因真愿意啊来付上代价，因会摕钱啊来帮补啊，来帮赞耶稣。所以钱摕落来啊，谁啊看？当然是犹大看啊，犹大看，因为伊是做财政的。有人讲啊，我这个无去查到啊，这个什么啊参考册啊，看到底真实还是无？讲耶稣12个门徒内面啊，只若有这个犹大啊，伊是干呐？伊毋是山顶人啊，伊毋是乡下人啊，伊是耶路撒冷人啊。然后伊看咱阵所以伊毋是人叫做什么？较戆还是较山高啊？伊看咱阵财真多啊，所以啊，伊就干那花钱啊。但是伊按钱内面啊，就无清无楚，为着伊干那就是利用耶稣啊来满足家己的欲望啊。然后伊对耶稣，因为伊听到耶稣讲伊是弥赛亚。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伊若做王的时阵，犹大做门徒，伊会做啥物？伊在时嘛做一个真重还是真大的一个一份。其实12个门徒应该是安尼啊。圣经讲因咧三角干啊，因咧三子啊，伫耶稣国降临的时阵啊，上下要坐耶稣的正杯啊，上下要坐耶稣的刀。意思逐个人啊，因有一款讲说，哎呀，我要做耶稣啊，甲耶稣内面啊，耶稣啊，伊做王甲有官职通做。但是渐渐啊，因甲耶稣做一个啊，耶稣却甲因讲啊，讲到讲我的国啊，毋是属这个世界啊。原来耶稣啊，互因慢慢知影讲，耶稣做弥赛亚，毋是政治顶面的弥赛亚，乃是属灵顶面的弥赛亚，甚至伊要为以色列人、为世间人来受苦、来死啊！顶是12个死埋葬。所以当伊讲了的时阵啊，真侪门徒啊，看咱像真灰心啊，讲哎呀，阮对耶稣啊，以为伊就是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弥赛亚，但是原来毋是啊，毋是要做王。犹大应该也是安尼啊，所以伊感觉讲，哎呀，我对耶稣啊，那耶稣若会死啊，我有法通得到啥？所以因为无法通得到好处啊，伊就渐渐干啊，爱来离开主，伊就然后伫这个12章的时阵啊，所以伫这个12章啊，讲到耶稣去这个伯大尼的人的厝内啊，这位玛利亚伊将这个香膏啊，珍贵的这个香膏啊，达1年的薪金的香膏啊，抹耶稣的头，抹耶稣的头，耶稣的脚。所以犹大啊，伊讲哎呀，真解脱啊，真解脱啊，然后话讲哎啥样啊？我若有法通来摕来放咧我放咧钱拢啊，我至少嘛按遐来摕，我至少嘛有法通得到这个物件。但是伊无啊，所以伊就开始来想要怎样来做。所以咱看到26节啊，第26章啊，第14节了后啊，伊讲啥？当下12个门徒内有一个称做什么？加略人犹大的。伊就去向祭司长讲：我将伊交互恁，恁愿意互我偌多钱？因就互了伊30块钱。对迄时开始，伊就找机会要将耶稣交互因。伊讲当下当迄个时阵，什么是叫做当迄个时阵啊？你若看伊头前啊，就是讲这个耶稣受膏的啊，耶稣受膏项代志，因为
犹太啊，伊知影伊无法通伫耶稣的身上，佮得到什么啊？就是这个旁哥啊，应该有法通去卖30两银啊。但是耶稣却互玛利亚甲用伫伊身上，所以因为伊无法通得到啊，伊就开始干找方法啊，伊就去找祭司长啊，伊就将耶稣干该出卖，为着30两银啊，30块钱啊，伊出卖了耶稣，真侪啊，从个先讲是啥物大罪人啊，灭亡会惊，大罪人。灭亡会讲，这就是犹太啊，卖主的犹太。但是一方面啊，虽然伊是安尼啊，咱看到咱的上，咱的主啊是施恩的主。所以咱第二部分啊，咱来看施恩的耶稣啊。虽然犹太是安尼啊，耶稣到底怎样呢？头一方面，咱知影，咱看去主知影犹太的心。主耶稣知影，其实知影，毋是落尾才知影，一开始的时阵，伊就知影。因为干呐，伫圣经内面，其实早就已经有言咯。这个有言是记载伫倒咱呢？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第18节。讲什么？伊讲我这个话毋是指着恁众人讲的，我知影我所经选的是啥啊？现在要应验经典的话，讲教我食饭的人用骹来踢我，所以伊讲天主是要应验经典的话，所以伫旧约已经有言，教我食饭的人要用骹来踢我。按照当初时的风俗，食饭是真重要，甲中国人真像啊！你若食饭啊，甲人相甲坐下，意思是你甲迄个人啊是真好的朋友啊，你是有真好的一个关系啊。伊对你，伊是真重要啊，伊是你的好朋友啊。所以相甲食的时阵啊是好的朋友，但是伫旧约啊，一句话叫什么？甲我食饭的人啊，却用骹踢我，什么意思啊？就是换人话叫做歹道啦，就是安遐背叛啦，安遐出卖啦，硬要做你的朋友，但是伊出卖你。所以耶稣知影，伊将犹太当做伊的朋友，三合做一个三合来食，但是伊知影伊要出卖伊。所以伫约翰福音12章第13章21节啊，耶稣圣经讲啥物？耶稣心内面忧愁，就明讲啊，我实在甲恁讲，恁中间有一个人要背我。伊敢若心内面忧愁啊，因为伊将犹太当作伊的朋友，伊直直互机会互犹太，伊知影，但是伊又愿当伊做朋友，但是伊犹太敢若却出卖了伊。第二，毋但在圣经内面讲，主耶稣伊是上帝的工，伊就是上帝，意思伊是啥？无所不在的上帝。虽然有代志通断啊，我记啊。忘了。伊忘了，是咪是属于忘了？伊却知影，所以伫约翰福音13章啊，第10节到第11节啊，耶稣讲啊，反正衰家遐个人啊，只要将骹一洗，全身就清气了。恁是干净的啦，是清气了，但是无隆重是干净啊。因为耶稣知影谁啊要买，所以耶稣本来伊就知影，也是知影。当伊知影的时阵啊，伊怎啊对待犹太啊？伊有缘关心犹太，伊有缘关心犹太。所以伊咧要选伊的门徒的时阵，伊用规暝来祈祷。我家己咧猜想啊，这是我家己猜想。耶稣敢若用很久的时间来祈祷，因为伊所竞选的这12个门徒啊，毋是完全人啊，因真侪问题啊。彼得有彼得的问题啊，约翰有约翰的问题啊，多马有多马的问题，所以啊，伊伫咧竞选伊的时阵啊，伊特别为着因相信，为着因提名来祈祷，伊特别相信，特别为着犹太来祈祷，
知影讲伊毋是真正会相信，但是伊祈祷希望犹大有法通来啉捌主，所以伊犹原替伊祈祷，然后耶稣找欠跩门徒出去的时阵，犹大也是伫内面啊，伊也是互伊官兵来医病来赶鬼，然后伫第13章收尾迄一面啊，耶稣就摕这个什么一盆的水啊，然后束上伊的腰啊，然后摕一块棍啊，甲伊的门徒来洗脚。有甲犹大洗脚无？有。如果是你知影一箍犹大啊，无采我对伊反好啊，无采我互伊犯罪机会啊，伊犹原会出卖我，你要甲伊洗脚无？但是主耶稣甲伊洗脚。我捌听到一个讲法讲啊，伊讲我若是犹大啊，我若是耶稣啊，我来洗脚的时阵啊，我用烧水甲伊呛落去啊是甲伊撸的时阵啊，用迄真什么真短的 brush 甲伊脚大点，甲伊撸咧，互伊较艰苦者，看那种讲保护啊，但是耶稣无，耶稣无。当犹大要出去卖耶稣的时阵，耶稣知影，耶稣甲伊讲啥物？你要做的物件，你去做。虽然门徒大家奇怪啊，毋知影到底啥物，耶稣无伫门徒的面头前，来来讲犹太讲，我嘛知影你是要去买过，伊无开宣布出来啊，伊犹原爱互犹太有这个机会。所以咱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互犹太真多的机会。像昨晚咱读的啊，当耶稣讲什么啊？当人问耶稣，彼得问耶稣讲：耶稣到底是谁要买你？约翰也问耶稣：耶稣谁要买你？耶稣讲啥？迄个我将饼运，我运一点仔饼，我指互迄个人，迄个人就要买，就是伊咯。所以耶稣互谁啊？互犹太，犹太知影无？犹太知影，这个是什么？耶稣互伊机会，请问 ，OK 请问这个问题这个什么犹太人因咧食的时阵，因无刀啦，是因的刀是加加，所以因咧食是刀咧安尼起咧食啦。通常是因的刀手什么？伫伊头壳咧安尼倒咧个，然后再用正手摕起来食啦。所以咱看到约翰干呐，倒伫耶稣的行前，约翰若要倒伫耶稣的行前，意思约翰是伫耶稣的什么边啊？正边还是倒边？正边，所以耶稣伊是安尼，所以约翰伊也是安尼，所以伊有法通摕伫耶稣的行前。所以其实伫迄个倒的时阵啊，因个倒是叫做 U shape 毋是嗰等直直的咱现在是看到的迄个什么叫做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的刀是伊的刀是长长的其实伊毋是长长的伊是干那 U shape 耶稣是伫中头然后做第重要的人是伫伊的正边然后第二重要是伫伊的倒边然后是啥第落落的第头一就是个 U 第边头的是啥？迄个是做第看咱像第家第家。咱若看耶稣伊受卖迄一面门徒逐个人因咧三支箭，看谁要做头，谁要坐耶稣的正边，耶稣的倒边。所以因逐个三支结果谁要坐约翰坐，伊倒边谁要坐犹大坐。我怎知影是犹大正边耶稣的正边，我怎讲是约翰因为约翰有法通摕你若坐伫别地，你若摕你无法通摕，无可能摕到耶稣的胸坎咧啦。所以伫伊边头伫正边，伊才有法通摕。然后第二，犹大敢若真坐伫我若讲伊坐伫耶稣的倒边因为耶稣运物件互伊，对无？圣经讲耶稣运物件互伊，
那如果你若是坐伫遐远的所在，耶稣稳的时阵，伊要怎伊的手也无反长，要撑啊到遐来互伊，根本无可能。但是伫伊边头，伊法通撑手互伊。所以出来哦，犹太所坐的迄位哦，意思是也是个说，那看起来哦，伊是真什么？也是真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请问彼得坐倒啦？啊，彼得坐倒啦？当然彼得我还爱坐头前，但是人渐去了，伊要坐倒啦。哎，彼得是坐第路尾，敢若那第路尾啊？啊，因为你看圣经啊，当耶稣跟门徒水卡。所以到路尾的时阵啊，伊讲挨近彼得的时阵啊，彼得讲啥？主耶稣，你唔通坐我的骹，你唔通坐我的骹，我袂配你啦。啊是，伊讲到路尾的时阵，彼得，所以彼得敢若坐路尾，敢若那坐路尾啊？咸菜啊，我唔知影，咸菜伊开始咧坐车的时阵啊，彼得无伫地啊，还是出去坐啊，所以入来啊，都总占啊了咯，伊就坐遐伫后面的迄个，但是。伊只意思是啥物？主耶稣啊，互伊真多的机会。最后最后，咱昨晚有看到啊，当耶稣受定罪了后，犹太啊，伊就去找一个长老啊，也是一个祭司长啊，甲长老，伊讲啥物？伊讲我为了无辜的人会会受罪咯，所以我要将啥物？迄30两银30块钱啊，我要收来咯。我无要落啊，恁退去咯。你有看到你有看到犹太的心无？有悔改无？人看到有懊悔 ，OK？ 英文叫做 regret 啊，有懊悔，有后悔，有后悔。看到伊后悔啊，因为耶稣受定罪，伊后悔。但是伊有悔改无？咱看圣经无写伊有悔改，伊有懊悔，有后悔，但是伊家己干呐，找伊的方法。伊要怎啊？伊知影伊做诶毋对咯，但是伊要怎啊来，互伊诶做无去？伊毋是去找耶稣，伊毋是向主耶稣基督认罪，伊家己干呐去遐去吊死。伊用伊的方法来解决伊的罪，所以呢，人有时阵咱会懊悔，咱会后悔，但是无拄拄会悔改。我常常讲啊，咱人啊，基督徒包括内面在内啊，咱对罪的看法啊，咱也阁无看去罪的严重性。咱有时阵咱会懊悔，咱会后悔。咱会认罪，有时咱较常毋是为着咱犯的罪，咱才来认罪，乃是咱因为咱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咱来按遐才来认罪。如果后果无反惨的时阵，有的人就全喊准拄吼，也袂感觉讲迄个是罪。啊，逐个人都咧做啊，都无啥物代志啊。但是咱就会记得一项，就是咱所做犯的罪，无论有后果无后果，犯罪，这个是已经得罪主了，已经得罪主。所以主耶稣听犹太爱来拯救，互伊机会1摆2摆3摆，真侪机会互伊，伊却无要领受。所以因为安尼，伊就干啊。就沉沦，伫圣经内面，伊就称作迄个罪人灭亡的工。所以伫犹太的这个生平内面，咱有啥物功课通来学习呢？啊，我来分享几项功课，互咱学习的。头一个就是人心归正啊，第二，主的心伟大啊，第三。悔改的心可贵，第四，咱着忠心守节啊。所以头一个讲到人的心归正啊，圣经讲咱的心归正啊，比万民搁较归正，
歹到极处，有谁有法通知影？咱人唔知，无人知影咱心到底是啥物。上帝疼咱，上主耶稣基督爱咱相信伊，互咱的心变有法通得到医治，互咱的心得到改变，互咱心的污秽有法通抹去。所以咱的心到底怎样？只有上帝知影。所以咱做基督徒啊，我较早的时阵看出电影啊，就是 Left Behind， 就是广告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大家人被提，有真侪人无被提，真侪基督徒无被提，甚至伫个影戏内面有一位牧师无被提，迄牧师伫遐伫咧学，摕到看到伊的圣经讲所记载的，记载伫圣经内面，我看到。我读到，甚至我按遐来讲解、来传讲，我却无相信，我却无相信，所以伊就按遐来就放咧，就无按遐被提。所以，咱就问咱家己，到底我对主我的心到底是怎？当你清楚知影你已经得救了，这物件你有法通放咧边头。唔通我再，唔通我再定伫遐有一个谣言讲我唔知信主还是无，我唔知用真行。咱看到上帝主的心真伟大，伊的心有法通来容纳真多人，伊爱听世间所有人，凡咱愿意来信靠伊，伊就伫遐要来接受咱，伊就伫遐要来拯救咱。然后悔改的心真重要，咱会得罪主袂？会得罪主。彼得、犹大出卖耶稣，彼得有出卖耶稣无？有，但是主耶稣敢若咱原在使用彼得，因为伊会晓悔改伫主的面前，伊会晓，伊本正伊相信主，伊知影伊会软弱。所以主耶稣伫约翰福音21章伫底比利亚海的时阵，伊就搁一摆建立彼得，因为悔改。所以其实诗篇讲真水痛悔的心，悔改痛悔的心是上帝所敢若喜悦的所以咱会犯罪。但是咱着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悔改。第四，咱着忠心伫主。当咱讲咱要跟随伊，咱愿意接受伊做伊个人的做咱的救主的时阵，伊是咱的主，咱一生跟随伊到底，唔通三心两意，唔通双脚踏双船。我记得顶几礼拜前还是一两个日前前姊妹伊有讲伊有讲伊有一个朋友双脚踏双船要怎其实双脚踏双船的人伊无真正会明白主，伊无真正会明白主，所以希望咱信主的时阵咱就是专心跟随伊。有影咱做基督徒，咱做中国人有真多的什么？有真多的一个口条来。咱着做啥，搁做啥，才会干呐？才袂冲，才会好势，才有福气。当咱以即种物件当做咱福气的源头的时阵，福气的来源的时阵，福气的原因的时阵，咱已经将这物件当做咱的偶像来敬拜，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咱就知影讲，咱所有一生。无论经过如何，主耶稣引带咱，伊个是做最好，忠心到底，跟随主到底。所以咱今仔日咱就看到看到门徒，伊3年半甲耶稣做一个，听到耶稣讲到伊就是上帝的，看到耶稣所行的神力，经历到主，但是伊甲上帝无关系。咱信主偌久了，咱真是信主，但是咱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
咱属灵的真实的情况怎？只有上帝知影，只有上帝知影。咱有常常亲近主无？咱有活靠主无？咱有安尼因有主的缘故，咱愿意平安，咱愿意有喜乐，愿意交托伫主无？咱看到犹大，因为伊贪的缘故，伊就失足就将耶稣出卖。其实咱有时阵，咱晓认耶稣，兼且咱讲无犯惨慢，我也无出卖耶稣，但是有时阵咱做一个对不住耶稣的代志，兼且是有一个物件，兼且是为着管理还是为着咱要爱控制一个物件，咱就将咱的基督徒的生活放伫一边咯。为着兼且为着咱的名声仰望，为着咱爱得到啥，为着咱娱乐娱乐，所以咱就感觉讲爱做物件含细项的物件细项的物件，我有法通得到就是。所以咱所做兼且无逐个人看到，一两个人看到，但是这是咱的见证，咱怎样呢？咱怎样呢？所以求主帮助咱有法通对这个啥犹大的心象来学习。敢若咱要读看犹大呢？咱伫圣经内面，毋单单咱看好的物件有法通学习甚至圣经讲啥？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12节讲啥？咱三个来读伊讲因拄着一撮代志要做为感慨，并且写伫圣经顶面，正是要警戒咱这末世人。所以家己以为徛伫得稳的，必须来谨慎，免得跋倒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伊就讲伊讲说以色列人因伫旷野的时阵因怎样得罪了主因怎样失败伊讲这是要互咱的什么做咱的感慨互咱的什么有法通警戒咱末世的基督徒。所以敢若是圣经内面有记载真侪负面的并且伊敢若伊三色话伊将伊讲伊看守是伊的小马，虽然迄个是叫做一半着但是伊有安尼三色话。雅各咱看较大笔伊犯罪看到彼得伊离开伊晓认主，犹大伊袂出，敢若真一个叫做负面的，是要做咱的感慨。所以希望今仔日有法通帮助咱做咱的感慨警戒咱对耶稣是毋是忠心交对呢？对耶稣忠心交对愿主施恩赐福帮助咱。下礼拜我相信这个郑牧师伊就有法通佮继续伊的约翰一书继续伊的约翰一书，甲咱来查考。